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全球，华盛顿邮报报讲，美国针对关税谈判，若无益，可能佫牵连到国家安全甲军事之战。就传出讲，美国要求台湾增加军费，爱加买美国的武器。美国国务院是无要回应这则报道。也咱台湾总统赖清德是宣示讲，明年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3%以上。就风声讲，上近9月，国防部就会提出特别预算，甲这个预算的规模是超过7000亿。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全球贸易体系。美国华盛顿邮报提到真侪份美国政府甲真侪个初期谈判文件，指出川普关税谈判毋但伫贸易领域，佫延伸到国安甲军事层面，直接是阿朋友配合军事部署，亲像要求柬埔寨运准美军进驻分享海军基地等，也传出要求台湾增加军费，或者是买更较侪美国军武。不管有没有关税问题，我们都要提升国防力量。如果现在能够绑在一起是川普的政策，那对台湾更有利啊！表示美国呢，也必须要出售给台湾需要的一些防卫性武器。我们支持政府购买台湾需要的防卫武器，买武器并不会缩小贸易的顺差。第二，大规模购买武器也很可能造成我们其他部门预算的排挤。美国国议无愿意评论这报道，不过强调，望看到川普政府利用互惠的贸易谈判，做好美国人民，为达成国防预算达到 GDP 3%以上目标。国防部长郭立雄正式表态，会建议军购特别预算，传出上近9月中，立法院开启进程提出，规模有7000亿。可能还是以飞弹为主，因为不管是制空或者是制海，这些飞弹的能力，基本上它会形成我们在空优上的一个基础。专家分析，飞弹甲无人载具、反无人载具拢是重点发展方向。真像要向美国买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，爱国者飞弹甚至是国产的天弓、用山飞弹拢是海空军正需要战力。美国军购因前除了 M1、A2T 战车陆续到货，不过爱国者飞弹等继续因前，专家建议国军应该积极争取赶紧交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